多时候是没有钱的，可是我觉得很重要。所以，如果每当我觉得很辛苦的时候，加油加油！每当我觉得很辛苦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我的歌唱得更好听。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我的战友，还有我的室友。如果你对我的努力不好，我的歌如何继续唱下去？